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確認快餐品牌 Taco Bell 喺5個州嘅分店使用嘅生菜係大規模環孢子蟲病嘅感染源頭。涉事生菜供應商發聲明表示，自願下架受影響嘅產品。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警告消費者唔好食用印第安納州、肯塔基州、密歇根州、俄亥俄州同西弗吉尼亞州 Taco Bell 分店提供嘅生菜。中心話，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正同供應商合作，確認可能受污染嘅生菜係咪仍然喺市場或者其他州流通。消息話，涉事生菜由加州嘅 Taylor Farms 供應。呢間供應商過去亦都曾經同環孢子蟲病同大腸桿菌疫情有關。Taco Bell 承諾無限期停用涉事生菜。衛生官員強調，未必所有病例都嚟自同一感染源。隨住調查持續，可能會發現涉及其他品牌、餐廳或者分銷渠道。環孢子蟲病由寄生蟲引起，主要透過受污染嘅食物或者水傳播。患者會出現劇烈嘅腹瀉，至今有超過30個州通報病例，但喺密歇根州已經有超過4300宗確診病例。專家建議民眾要徹底清洗同煮熟食物。